示一下怎样子进去做那个 booking。如果我们是去拿散货，我们一般上都是去这个 warehouse booking，去 warehouse booking 这边，然后 drop off 是去下货，pick up 是去拿货。这个是拿货跟下货，这个我还没有试用过。一般上我们假设去拿货，我们就去 pick up，然后你就要看他们forwarder 或者是 order 的人给你是叫你去哪里一个warehouse，然后你就可以打开看，可能是 DS 的，他会 send 这样子的东西来，你就看它是 SSL warehouse number 或者是 C hop，这种我们会弄乱，弄乱的话我们就再跟 DS 或者是给我们 order 的人问清楚，我们是要去 book 哪一个 warehouse。如果他们给不到你答案，你就问那个人了，一般上都会有人的啦。然后好像改成那个 SSL 的，你就去找 SSL，SSL 基本上都会有啊，SS SS SSL warehouse，然后driver 的名字，你可能是要上缩进去，你就写SAM，它会自动跑出来给你选，你要给谁进去三缩，你放三缩进去，它是它就会出这个人可以不可以进去了。然后罗里号码，三缩可能当天是叫 JNQ 4076，然后过后这个很复杂，这个考过 move 的人就叫我写我们写回 SSL 的 warehouse，然后这个你可能他拿5个 pallet，你就写5，就这样子。这个比较复杂，这个通常是给他们拿那个40车20车的，直接一个箱子拿出来，他们有 reference number，但是我们就没有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时间，时间那一边你就可能你可以选你当天 book 也可以的，你就是当天 book，你 book 他3点到4点进去咯，3点到4点进去，然后这个他是问你会不会在呃他在拿货的时候再假货给他还是什么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不用管他，然后你就 create booking。你 create booking，在 booking 这边最高这边这个 booking 它就会出现这个东西，然后一般上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你点进去看，它就会出它的东西哦。当司机有进到港口打卡了，它这边就会出现一堆东西了，讲去到哪里几点几分做什么东西，这边会有写。如果你发现到你弄错那个 warehouse，你可以在这边改了，司机你也可以在这边改，车牌号码也可以改，它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然后这个我只是演习吧，就跟他 cancel booking。